再来看美国的前总统川普6月7日开个人的 TikTok， 川普要批评 TikTok， 嘛把拍什么来禁止 TikTok， 所以外界认为讲，伊是想要吸引少年选票才会加入哦，正加入就有300万人追踪咯。The president is now on TikTok. It's my honor. 前总统川普在暗时第一班启用 TikTok， 随即马上上传伊参加纽泽西州一场 UFC 将其击倒冠军赛甲观众互动的影音。这影音已经超过5800万次观赏，也向好启用了后，也马上吸引300万人。今年3月，伊捌讲 TikTok 是对国家安全有威胁，暗过禁止，也互一寡少年人真受伤。今麦川普转变心意，加入家己以前禁用的平台，并认为可能对伊第3摆选总统有帮助。事实上，川普自2020年就用国安做理由签署行政命令禁止 TikTok。伊2021年败选了后，新上任总统拜登宣布撤销禁令。美国在11月7号总统大选，川普拜登要个对决。川普讲，伊会利用一切影响的工具，甲美国人民直接对话。顶礼拜封口会案件遭到判刑有罪的川普，也照上电视，佮批评司法体系。The judge could decide to say, "Hey, house arrest or even jail." It could. How do you face what that could. I'm okay with it. It's weaponization, and it's a very dangerous thing. 总统拜登早伫 TikTok 展开竞选连线的社会媒体进行，目前有超过34万追随者。前前一阵仔，伊才签署一项法案，要求所属的母公司直接跳动将 TikTok 卖互美国，安若无会互美国已经有1.7亿人使用 TikTok， 无法度伫美国继续使用。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。